好自为之吧。杰森，你今天怎么突然约我来这里啊？曼妮，你应该知道我有女朋友了，是吧？嗯。之所以约你见面，是有些话想当面说清楚。杰森，曼妮，我知道，冰华论坛上污蔑裴任之的帖子是你发的，对吧？不是我干的，你误会了。你一定要我拿出证据来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个时间和 IP 地址与论坛上发现的第一个黑帖完全吻合。你有什么话说？我那天是因为学校寝室网不好，所以就去网咖传的东西。那是公共场合，我怎么会蠢到在网咖传这些东西啊？再说了，那个电脑那么多人碰过，你怎么知道就是我呀？帖子我们已经存了照，网咖里的电脑也有详细的记录。我会把这些交给任之，怎么解决就由他来决定。好自为之吧。来，咱们把东西分一下啊。这是篮球赛的那个海报。谢谢。咱们班下周篮球赛的宣传呢，就拜托各位了。行，没问题。你们女生的话，就到宿舍那边吧。行。我带着几个男生去礼堂那边。嗯。那辛苦你们了。没问题的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。我们班和 EMBA 班的篮球赛，小裴，你到时候支持哪一队？我肯定是希望我们班赢啦，但是我想让他拿 MVP。哎，经历过这一次，我是真的很佩服师兄。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不顾一切的好男人呢？哎，所以啊，这应该就是爱情吧？其实呢，经历过这件事情以后，我也明白了很多道理。就是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跟他好好的在一起，那我们就一定要互相信任。我以后呢，不会再躲在他的后面了。然后我要成为更优秀的人，成为一个更能配得上他的人。你已经很配得上他啦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Hello，任之，师兄，大家好。好。那个，我们三个要不就先过去了，对吧？拜。太亮。拜拜。啊，任之。发帖造谣的人找到了，是李曼妮。怎么会是他呀？我已经托黄一彤他们去搜集和整理证据，先做网络公证。有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交给律师。那你要起诉他吗？受害者是你，我尊重你的决定。可是你们两家是世交呀。任之，这个事情你就不用担心了。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他对不起你。谢谢师兄，这么为我考虑。咱们不用说这些，你想好了告诉我答案。好，我会回去考虑清楚的。那我们现在去帮帮他们吧。好，我们走。走。诽谤罪的立案标准是必须捏造某种事实的行为，必须。哎，你看这个，他说诽谤行为必须是针对特定的人进行，还算吧，应该。特定的人，不是，我这怎么感觉我到了法学院呢？你懂什么呀？我们是叫复合型人才。不是，我不懂怎么了？我也没想懂啊。有意思。哎，你们看，哎呀，他们这诽谤罪罚的还不轻呢，是吧？我看看。哦，是哎。不过我们要对损害后果进行举证。怎么样才能证明裴任之受到了极大伤害呢？我觉得呀，那很简单，
咱们把传的满天飞的造谣帖子的转赞数量统计一下，然后咱们几个在一块儿去证明不就行了？对，咱们一会儿就去找律师，把这个格式核对一下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讲，这回李曼妮碰着我，她废了。哎呀，来，看看。不用去找律师了，我去问我爸爸。啊？嗯？你看这条肯定能做证据。这一条。曼妮，曼妮，啊，干嘛？你吓我一跳。你要大祸临头了，你知道吗？方志远他们现在正在找律师写针对你的起诉状。我什么都没干，告我干什么？我都看见了。那天你去网吧删帖，我就坐在你身后那一排。你做了什么你自己最清楚。不管在什么时候，你在我心里，你永远是我大一那年第一眼见到的最善良、最单纯的曼妮。我知道，你只是一时糊涂，对吗？我是有苦衷的。我懂，所以我愿意一直站在你身后保护你，不管你愿不愿意接受。曼妮，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今天不想说。好吧，我走了。哎，我下次告诉你。好，我等你。你这是要出一本建筑笔记流传百世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我要是以后成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师，这可就价值连城了。你还真有这心思啊？真是不知者无畏。我发现你最近很闲啊，怎么不继续流传你这个夜店小王子的称号呢？很久没去了。薛岩是真的把你驯服了。别提这个名字，提都不能提了。我发现我最近做什么事情都没心思，我是不是得病了？你是得病，明明知道自己特别喜欢薛岩，却还死要面子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呢？我透过你这张年轻的脸蛋儿，我已然看到了40岁后你的样子，满脸皱纹。依然唠唠叨叨。我告诉你，你就坏在这张嘴上。什么？找我干嘛？什么？你刚才不还什么都不感兴趣的样子吗？你就算我刚才什么也没说，你告诉我什么？妍妍，小裴。哎，裴啊，人质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我那个，怎么说？我找你主要是因为李曼妮的事儿。李曼妮？对，我希望你能给她一次机会，这次是她错了。我们都是同学，而且这个对她来说真的很重要，所以我希望你们。我知道你想帮他，但是这件事情确实是李曼妮有错。
我们只是想让他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我明白，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能，你懂吧？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好，谢谢。我刚才也是太着急了，挺那什么的。拜拜。可乐，可乐，可乐，妈妈叫你呢。你说什么？你不是可乐的妈妈吗？爸爸，妈妈。说什么呢你？可乐，快出来！啊，你的妈妈不要你了。没事儿，开玩笑呢。可乐呢？可乐去哪儿了？我不想起诉李曼妮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昨天专业课以后，辅导您找过我，说这样李曼妮的人生会被毁掉。哦，好吧，该怎么说呢？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。可是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不想因为一场官司弄得满城风雨。而且我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委屈啊，我不在意他对我做那些事情。你是因为我吧？不是啊，我才不信呢。真的不是。李曼妮，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不会起诉你了，我也不会计较你对我做的那些事情了。裴任之，你少在这里惺惺作态，你这是在用杰森给你的选择权侮辱我。看见了吧，人家可不一定领情。我问心无愧就好了，至于他怎么想，就跟我没关系了。那随你了。